伫新北发生命案。新北邦桥发生拍死人案件，这是一个19岁少年人昨暝12点外出门去买宵夜，互人拍成重伤，个人等伫伊住的社区的楼骹，佮用伊的手机联络伊的头家，请伊落来楼骹。这个少年人因为伤势伤过严重，送医了医院救无活。警方已经用依照线索抓到5个嫌犯，这5个嫌犯做笔录的时，拢避重就轻，敢若讲死者有这未纠纷，后来主嫌嘛出面投案，承认讲有出手拍人。查甫人互警方压伫涂骹，伫远景的介护之下上警察车，同行的朋友嘛互带转去侦讯，因为因涉嫌甲一个19岁单身被害人拍甲重伤，佮甲伊等伫路边，监视器翕到昨半暝一台轿车开往新北邦桥的社区大楼外口停一个了后，就随离开。应该是被带下。然后就躺在这边。对啊，我看监视器是有帮他做那个心肺复苏的。深夜12点多，陈姓男子告诉老板自己要去买宵夜吃，没想到几小时后，老板接到他的电话，到社区楼下查看，发现人被打成重伤，丢包在这儿。但是被害人甲头家伫咧揽雅夜市卖煎饼，要去买宵夜时，互5个恶人拍重伤，对方佫摕伊的手机联络头家，甲伊等伫咧社区，头家发现就随报警察。但是查甫人伤势严重，送医了后，原来救无活。警方真紧就抓到这5个人，这个人避重就轻，讲和被害人有债务纠纷，其中2个人讲拢无动手，另外3个佫讲家己是行过，根本无熟悉伊。警方用假理讯问，要赶紧甲案情查明。啊！那逃走的5姓主嫌，伫咧今仔日下晡，家己到标立江山派出所来投案，嘛承认确实有对单身查甫人动手。全案经本分局初步调查，起因疑似债务纠纷，相关案情细节正调查厘清中。到底有啥物大冤仇，也是互人起诉，互一条少年的性命就安尼无去？警方会一步一步甲代志的真相查明。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